外婆成立尼家班的事情引起了轰动啊！这2天电视台都来采访几波了，一会儿还有采访呢。各地的粉丝啊，都是纷纷力挺我们，就是说要弘扬民族传统文化，不能只靠体制里的那批演员，体制外的演员更多，对不对？如果能够把体制外的演员组织起来，那星星之火可以燎原，传播的效果会更好。我告诉大家，历史上条条框框都是用来打破的。在100年前，当时苏州评弹只有男人可以上台，女的不可以上台。当时有女演员偷偷上台之后，打了多少官司，你们知道吗？就是一帮人说女演员可以唱评弹，一帮守旧的说不能唱。那事实证明，结果就是女子上台，苏州评弹迎来了辉煌，男女搭档，这个调调多好听。那后来人们又说，一定要会苏州话才能唱评弹。那现在苏州地区的家长可以发言了，你们家的小孩还会说苏州话吗？说的标不标准？是不是大部分都不会讲了？那是不是再过几十年苏州话没了，这评弹就不唱了？所以我外婆坚定的力排众议，收下内蒙古学生。大家看看那个视频下面，一致好评。各地的粉丝都是觉得这个路线是对的，就是我们不谈我的师弟，就蒙古族的小男孩，在苏州算是什么水平，但至少他回到内蒙古，他一定是整个内蒙古苏州评弹唱的最好的，是不是啊？他就可以把我们江南地区的文化去他的家乡弘扬，这有什么不好的？也许守旧派的同行会说他唱的不标准，对吧？有口音，那你们又不去内蒙古弘扬，你有什么资格不让人家在内蒙古弘扬？所以说，打破方言壁垒，传承评弹，这是未来的趋势。我外婆去年收的学生苏残，广东东莞人，现在已经入了东莞市曲艺家协会了，是整个广东省179700平方千米的土地上唯一一个在职的评弹演员。每周他都会在东莞演出评弹，这就是在异地弘扬我们江南文化。所以我们尼家班的一条方针就是不抢江浙沪的人才，不占江浙沪的市场。我们欢迎外地的学生回到你当地的家乡去弘扬，不要在江浙沪这里拼个你死我活，没必要啊！去了外省，湖北、湖南、广东，整个省你就是最好的。辰光差不多，采访个你也来着，请进，请进。就是要换鞋。不用，我有鞋套，你们穿鞋套好了。好的。如果想要去接触评弹，你觉得？这个我最近几年是遇到很多了，所以你们的话，如果有天赋可以尝试，我认为没有问题。在评弹传承和推广上，您还有哪些期许与目标？目标就是要把评弹推广到全国，因为它不能只待在江浙沪，这我一直说的。你待在江浙沪，现在变成非遗了，你也许再待50年就进博物馆了，对不对？如果去外地演出的话，你比如说我们去新疆演出，去海南岛，还有今年上半年去辽宁开的评弹专场，都是很成功。其实各地都有粉丝，对吧？现在评弹在海外也有市场，会有很多华裔华侨，他们也喜欢听。所以我认为就是要努力的去闯，你不论成功还是失败，你不走的话，永远你都不知道成功与否，对不对？